蒙多拉乌斯的烤乳扇和我们的万一湿度的话，这个稍微要到花了5度。而且完了吧，蒙个了怕啦，烤乳扇，怕不拉比，烤样的可爸爸。会这样的一下。哦。这把你录上来。那个乳扇的万一乳扇乳饼。乳擦哈熬的古拉比。啥子？咕噜努的盘努擦哈处理的。那个。好呢。在卡头弟弟。可以。的咕噜努盘没是他的。吃个奶，把牙的鸡鸭吃来，啊吃喂。这边7块2。这个是130。没有，都是130呢。这个吃个奶的咕噜努了盘努擦哈这里的，不宽的那里。还有特色的。但是做的云南味辣呀，整个天了拢可以发大财。老板是有卖牛奶的吗？有。鲜奶。怎么卖的？有10块1瓶的，有5块1瓶的。数量多少一点？有250毫升、600毫升。哦，那要个小瓶的吧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OK，可以了。谢谢。趁热吃哦。好，谢谢你。古兰路的，不一样，他们的湿度可以是它。我才是的，走。过来，他咋爬飞机？哇，这个是紫米的是吗？对。哦，反正你忘个，屋里住了花住里的，或者帮的，昆居的很，而且我说的。我来话，但是托长，拍来说来的屋里住的，和这个住的去妈咪子，他们而且我说来这也阿克隆，爸呀也这里20瓶子，越南3块5。我是马普拉斯基，卡扎阿克斯特说来大概多day，你什么古里普曼斯基，妈咪子，他们阿超我说来。哦，他的是那个屋里住的话住里的。我为了咋卖？这娃儿他们出道路呢，是吧？谢谢你。这个还挺完了，第二个在那个托巴利亚图个让他要这娃儿过来，5块。好管到好大，好的。鲜花饼，原来的个那么了乌鲁，的咕噜努了盘努，啥哈就说完要到整个来都带，他们的云南味辣呀子，整个天了拢开花大带。蒙个玩儿去，那个美味瓦葫芦，去我们也8月瓜瓦也去的嘛，那也得在8月August，让你那个到美味坡的August坡面去，哈哈，稍微，哈，古里，Pomansky 那个上土木呢，的美味瓦还是它。普斯特开业那花了去的，和要瓦子 Pomansky 但是瓦黑美味瓦黑花了去的。怎么普特那大大去增加一些好吧我和他台湾了，那台湾也去那个上普斯特开和他说外，嘛那也怕很说外，有好吧喂，那个上古里。两个也
دير كارا ندي أو هم خراب ندي就可以把它ندي。哦，是吧呀？这1 kilo 了，怕了啊，这得远呐，1 kilo。今天这带走，来这个嘛，越卖越少。啊，在有些东西还没到它，没为阿里。啊，Manski，好啦，这也打谁的？关你。Pakai tool tokumuna, orang tokumuna shta, orang nak yawazi daga spin ranga barka huru. O 换的也的 serikna ke urigi huruwa 上的，有点像糯米粥。豆腐。跑出了哪儿的去？还有可不得不会给吃豆腐的亲要到了3个天了，然后活的的确，我给点加的阿尔布明维他命它和那个各咱的哈泰去豆腐，我查豆腐，帕克里给都我是玩了，乐子瓦克拉奥乌克拉。Fikracom 学到它，这里到了豆腐，我查豆腐是它。老板，这个是3种是吗？2种，两种。豆腐，这个包浆豆腐。哦，多到了。我要我看啥去，品质拉到那是它。3个豆腐那个买，5块钱一束，5块10个。像俺这个辣椒面一样嘛。没得收哎，没得收哎。香肠这根一样，折2根。香肠，豆腐汁。怎样？check 来。好，菜来吃个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呜。我是巴里斯塔豆腐可巴不可以，不换可以，这他们不可能。折2根也能吃？我没吃到12根。你尝一个。可以。或者帮的 check 那一下。豆腐可巴不。好吃。